对13开始有一寡5路产业会当带条件小可放零，不过幼稚园甲补习班则是继续爱停课，也因为学校停课到大，有的家长爱上班也着爱顾囡仔，因为压力是真大。希望政府着爱赶紧想办法，互家长一寡便巧的帮助。不过教育部表示，因为补习班有群聚的风险，所以目前有关是防疫更大性。他们长期待在家里，我们冷气的支出、餐饮费的支出。 然后各项的问题的支出真的是太多了。囡仔踮厝要2个月，罗先生虽然无拄到无薪假，不过即摆的生活同款受影响。有家长认为，政府对部分休闲场所、像健身房等等作为开放，但是教育机构幼儿袂当开，互因强要放心。双薪的家长，其实他没有那么多时间，已经1个多月了，他其实已经开始产生。 焦虑恐的那个焦虑，让他在上班上已经有开始犹疑没有去夜市，我们商家会很惨；没有去看电影，我们商家会很惨。但是我补习班不开班，我们商家会很惨，补教会者会很惨。但是我们顾客会不会很惨？会。 立委赖香玲请家长报告业者伫线顶发表心声，有家长爱烦恼上班无法度顾囡仔，行业照顾假嘛毋知阁通请偌久，嘛有报告业者认为伫行业上拢通配合，骹手嘛单纯。政府为虾米只通互公共托育伫19先开放，标准伫地？嘛有立委建议政府照各国提出教育场所的防疫指引原则，建议安心复课的方案。 解决家长甲业者的焦心。记者陈嘉文调随采访报道。